文化也能够透过石雕艺术来展现。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透过镜头带你到花莲认识这一位石雕家，叫做林仁德。他在石材行长大的，耳濡目染之下，爱上了石头还有石雕，已经20年了。妈妈是客家人，因此林仁德的很多作品都有浓浓客家风。肉形时尚的油花分布像极了真的东坡肉，另一道小粽子也跟真正的没两样。一道道精致的台湾美食，很难让人想象这全都是石雕作品。创作者是他花莲在地艺术家林仁德，从事石雕创作已经20几年，精致的作品吸引民众目光。包子、粽子、菜头粿、汤包，这个是吧？然后这就是包粽头彩。林仁德认真解说创作理念，谦虚中带着自信。穿着客家蓝衫的人偶，搭上白色桐花，作品命名为“大家一同来做客”，展现出客家人的好客精神。我想了很久，就是以最具代表客家的，就是那个客家的蓝衫，然后还有桐花，然后我就将这2种元素下去做结合，然后以石头下去雕刻出，然后让蓝衫这件衣服也有一个生动的感觉。聚精会神，细细雕刻，每一个看起来平凡无奇的石头，在林仁德的巧手下，慢慢做出精美的石雕。每条河流有很多种石头啊，每一条溪也都不一样啊。那你就需要去找石头的颜色，因为我的创作就是利用石头的颜色去创作啊，然后像这样子结合起来，它就会是一个人物的造型啊。要有好的作品，就从选石材开始。林仁德的工作室外头放满了各式的石头，看来虽然不起眼，但在他的眼里，这可都是珍贵的创作素材。它没有黑色的条纹啊，或是其他，然后它雕出来整朵花，它就会比较洁白。手上拿的白色石头摇身一变成为客家桐花，另一头的一名祭神猪，还有客家信仰的三山国王。林仁德创作的石雕充满浓浓的客家文化，让人感受到客家子弟不忘本的精神。直朴石子遇伯乐，东坡肉的色香味，油桐花的淡雅香，栩栩如生，展现客家之美。石雕家的巧手，画印邦邦，为柔情似水的感动时刻。